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什么大时代，头先就来布林在。强度风台空雷渐渐瓦近，气象署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专家也推测讲，这风台应该会对台东登陆。中华山国小的车底啊，今年4月伫个新港河汽女车辆就经过抢救，大致伫9月往期，也那小妹伫10月往。阿根廷有一栋度假饭店摆2半暝倒去，造成伤亡。印度一间庙烟火仓库爆炸，造成100多人受伤。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风台空热消息。讲到这台东南市已经观测到15级的强阵风，这海边的风影是愈来愈大。进前这3度离风台来的时阵，这是吞打到这太麻里和金风腔，即马风台搁要来啊，基本是真烦恼。那这花莲的农民是赶紧挂钓啊，饲蜂的这蜂笼呢，赶紧甲这蜂箱固定。另外，这倒溪涵局里一寡水防线的警戒区也开始做预防性的撤离啊。等影一直来一直靠向岸边，空热风台来甲真凶。台东南市的应有5米悬，佮出现15级的强阵风，威力是真惊人。目前离岛的航班都已经停航，不过岛内农会超市的生鲜食品拢互抢了。超市嘛相信讲，离岛的供货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少了一间仓库那它整个在生活日用品这方面会有欠缺的这种状况。看起来风影是一直在增强，进前一只8倍多级的货轮，在咱苏东门港靠搭引起导游的疑虑，即马还有风台来嘛，互在地人真烦恼，惊讲会出现污染。船东这边也已经委托后续要来协助清除货物的这部分，因为货物要先清除，后续才会有货轮再做后续规划。载运，台东有可能第一个受影响。金峰乡的正兴村，进前在风台的时阵发生土石流，冲入去庄仔内，这摆村民是团结起来做伙做沙包，分散互逐户的居民放伫厝门口，防止土石流搁一摆来冲入去厝内。另外，太麻里乡的沙轮溪，互土石流冲甲歹去的报花，迄天还袂补，乡公所嘛较紧调肉藏角来补强。咱来从天还要撤离就紧走啊！对。同款伫入境的范围花莲，愈换风雨愈大，政府紧急针对玉里倒溪这土石流警戒区的住户做预防性的撤离。上一次台风的时候就山崩啊，回来之后就是山崩啊。所以你们现在都很害怕的，赶快。花莲港内面的渔民嘛，甲渔船绑好条做好风台，农民是真无奈，因为我11月才要来的风台真正是真罕的看。日期的钓啊，按算过20几天就会当收成啊。即嘛因为风收头已经有一寡倒去，就惊大雨过来，灾损是搁较严重。另外，蜂农同款是真烦恼，进前几个风台，少啊倒去，互蜂的箱啊拢地甲变去，加上火受损都无灭。即嘛加强防护了后，一切只好交互提供备。这差不多要1个月才会恢复，因为它外面的花朵都给那个台风吹的都坏掉了。空热风台愈来愈晚，华东地区两县市的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开啊，做好准备，完全唔敢大意。民众抓准时间风台确保安全，希望甲灾损会当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这垦丁的南湾，还有船篷礁下晡也开始这风影变大咯。钓这民众走去海边啊看海影，海巡人员是甲因靠更离开。垦丁的店家也有伫咧准备要对抗风台店，同款是有开。另外，屏东南州是全台湾南部正常介济所在，只怕是这南部的产季小连续风台的扰乱，农民也烦恼讲会影响到这南部的收成。已经土地啊，两部敢若剩一个半期就洗版啦。其实拄着空热风台可能会强风大雨，农民是感觉真无奈。当然烦恼啊，规个心血拢付出去啊，系啊，拄啊1个月要过来啊。70几丛的莲雾树是10月初经过3套风台，无车道所留落来，要农民至少有一半栽种面积受到损害。即摆空热风台看起来阁真大，毋呐，果子也未烧无法度来抢收，正伫开火的果子树也风雨拍掉，出现无法度结果的这状况。火开袂着啦，迄个风台降过了吼，伊个风阁大放，
啊，有的路甲拢无迄，像这无迄，这就拢袂开啊。屏东县南州乡是全台湾上大的莲雾产地，正正是莲雾大出的时阵，却是连续拄着风台，农民讲收成无好。农民烦恼有损害，垦丁街路上店头是烦恼讲，风台来无生理，有海鲜店业者下晡就开始贴沙包来防范，也赶紧请工人斗3工，甲铁门锁条。准澎礁也个南湾拜三下晡风影慢慢增大，陆续有民众去看海影，海巡随时可放离开。我们就会直接劝导。那如果今天进入沙滩或是屡劝不听者，那我们会直接举发。垦丁街路上下晡4点半过了后，出现一阵的小雨，也有一寡店头抢碟。风台要来进前也是正常做生理。记者综合报道。抗雷风台伫要来，台南市政府要求相关的局处和区公所要来严守戒备。现在讲到高雄进前，因为这3道离风台来甲因吞大，受损真严重。市政府也赶紧派人巡视固定会落来物件，而且也提醒民众莫甲车停伫咧树仔附近。3道离风台透大风，树仔直接互线道佮缀着轿车。另外一摆停伫高架桥卡林乡道的机车，也互线道的路树缀着。中回风台高雄市大约32万丛的路树，着2500件路树倒去的通报。市府工务局提醒民众，控制风台来的时，莫甲车停伫树卡或者是附近。公务局已加强防台准备作业，并提醒民众，台风会伴随强风和大量降雨。为避免路树折枝断落损坏车辆，建议民众不要将车辆停放于路树下或附近，改停放空旷处。不过高雄市的高架停车场数量无济，开放的校园可能也有树仔倒去的情形，民众敢若会当家己加注意。很多地方，如果你没有停出来的话，地势太低，车子又会有损毁。然后一出来，又要考虑到这个大树哈。台南水利局的人员3早一透早就来到北区文贤抽水站，除了检查设备机具敢有故障，也试看卖排水系统敢有顺利运转。虽然3道风台无对台南造成重大灾情，不过这届空热风台真惊人，全台拢伫警戒区，市府也真谨慎继续整备。二前溪、三叶溪、港尾溪等河川流过林德区，因为烟花地势较低，公司也特别准备3500个沙包。你若落差20分，大雨落20分就中你。10包啊，我是要踢水坑，试看卖啊啦，若无真正就爱去买抽水机。各个抽水站跟移动式抽水机的部分，目前区公所这边管理的部分，大概至少有50台左右。恁着庙宇的活动也赶紧动点，甲做石的牌楼拆落来，着惊予大风扇倒。伫码头遮，工人也赶紧甲船绑好岸。街路也看到有人咧修剪树仔，活动的大型鸡龟翁仔也赶紧消风。然后因为台风风力比较大，我们怕一条单绳可能会有断掉的风险，所以我们都会再加2条绳子。这个风台按算高雄本地累积雨量会到300毫米，山区会到600毫米。除了提供民众沙包，也加25座跳水池排雨孔应变。也来台南是10月31到11月初1，各区可能发生阵雨甲大雨，山区有局部大水雨，呼吁民众做好防止风台的准备，保护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伫要来，这新北市金山则因为3道风台淹水造成灾情，老家店家是唔敢大意，今仔日是真侪店家拢提早上大，准备要来对抗风台。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有针对这地势较难的所在，较会防线的地区会提早来做应对。也来讲到这北北基桃当时会来宣布敢有放风台假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原则上同款是暗时8点宣布。我们要赶快买。店头无用手大，做好防风台的准备。新北金山老街平常时游客是A 定定，不过空热风台要直接扫台湾，因安尼3早下晡无风雨，老街煞是真稀微。也只甲鸡卵管装甲箱仔搬到悬的所在，因为金山地区顶回雨3道扫甲真严重，罕见出现淹水。业者这回真认真做好防风台的准备。东西都移高一点，那个以防万一。有点怕，就是直接往旁边移啦，旁边高的，然后东西能放上面就尽量放上面。金山区公所的沙包特别互领了了，抽水器也拢到地势低的所在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坦白讲，3道了后，在后的复原也未完成，新北会做好应用。以前的低洼地区啊，还有土石流
的这个浅市区，甚至有一些坡地灾害已经含水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前天我们已经预做了一些准备。台北松山宝华停车场中昼时有关停真侪车，台北市府宣布讲，考量顶游的水库已经要搬水，下晡4点开始水门敢若会当出来，袂当入去。暗时10点全市的水门会关起来。另外，双北家人汤园敢要到暗时9点才宣布风台假，民众真关心。我们跟邻近4县市基北、北桃，我们其实原则上都是8点钟公布。最主要，如果太晚，可能会造成市民朋友的困扰。行政院长杜永泰市道灾害应变中心，针对未来48点钟台湾会经历大风雨，要求各单位提悬警告，把握黄金期做好准备。协助全国的民众将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尤其是淹水警戒地区这里也包括新北、基隆、宜兰、花东、台东跟屏东6个县市。针对苏花公路、南回公路甲北回铁路较危险的路段，杜永泰也指示规划交通应变机制，启动海空疏运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彰化圣诞的国小三姐弟，今年4月伫咧彰化新港过车路时阵，互一台修路车撞到。经过几个月抢救，这大姊伫9月往去，也那小妹呢是伫咧昨过往。意外发生了后，也改善附近27大路口。不过当地居民也烦恼讲，新设的人行道将有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今年2月，彰化新港发生3姐弟弄红灯过车路，互无驾照驶车姓肖的驾驶撞到，2姊妹伤势严重。10岁阿姊顶个月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9岁小妹分别指数3，一直有肺炎感染的情形，需要靠呼吸器维持性命。经过251天的抢救，伫1礼拜2过身。我之前去看个甲望身躯已经袂叮当长期才袂叮当，我就感觉怪怪做小天使。系啊，无带病安尼咧艰苦嘛，毋是办法啦。姐姐顶下就过往去妹妹昨暝就听到这个消息，嘛过往去听到做唔甘的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啦，她也解脱了啦。发生车祸所在，就伫彰化新港的建国路甲美港公路口，过路人的斑马线，即阵已经改做自行的过路线。中央分隔岛要设庇护岛，确保过路人的安全。也若弄到人姓肖的这位驾驶，检方也以过失致死的罪嫌侦办。检察官获报后，立即前往相验，并进行查证。萧姓被告前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涉犯刑法276条，过失致人于死，罪嫌重大，已预支以新台币5万元交保。中华地检署表示，这个案件已经送交通事故鉴定处理，要来厘清双方的责任。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中华分会也已经启动法律服务，替家属找律师维护被害人甲家属的权益。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咱台湾资深的演艺人员赵英传出过身的消息，伊后生透过经纪公司表示，赵英伫27下晡3点45分伫台大病院过身，食到82岁。赵英伫咧前几年有受到歌戏演员董美芬的邀请，搬歌戏的电视剧，并无客栈。董美芬讲，这赵英是一个值得学习前辈，拍戏真认真，而且真照顾后辈，真正的态度值得尊敬。马老板，漂亮。听讲你这种客栈经营得真好，也你的名声确实嘛是袂歹。伫歌戏电视剧名播客栈演出，这是台湾资深演员赵英伫电视顶最后扮演的作品。拜三传出赵英因为年岁大过身的消息，伊的囝林千玉、林岐山也透过经纪公司证实27下晡3点45分，赵英伫台大癌医中心过身，直到82岁。赵英2001年捌因为肝炎昏迷，后来后生紧急关肝，才把命救倒转来。恢复健康了后，捌伫记者会讲家己的经验，也捌参加活动分享安怎保护肝的健康。黑白人介绍，这是什么？那好什么补的物件，我让我黑白甲吃。
这几年就已经真少演出。不过歌戏演员邓美云在拍名簿客栈的时，有邀请伊来客串，伊也随答应来表达对邓美云的支持。伊对着迄个戏，也搁有即个提迄后辈吼，伊完全是非常的用心。阮会担心讲啊，因为戏毋通伤重，也是讲惊伊会伤辛苦，所以会尽量安排。但是伊真正有够好，伊真正是值得阮敬佩一个前辈。嘿，伊就讲无要紧，就快伫照迄个拍戏的进度，甲迄个工作的流程。就英本名林中平，1966年参加电影公司演员考试出道，搬过连续剧、电影、广告，有真济拢是用台语来搬。会当讲是伫台湾通人知的资深演员。邓美云讲，就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前辈，拍戏顶真，而且真照顾后辈，看教少年演员，对台语戏剧的发展真有贡献，也有真重要的地位。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对中国内的佚佗物啊，成分钱因为改造了后会上人，这刑事局已经通报网络平台爱甲商品落价，不过有关有人是进货来到台湾买。刑事局伫咧新北市也个高雄市计共查到76支的成分钱，也甲这涉入的查甫人移送法办。好，可以。2、3。刑事局南部打击中心的警员手提就是改造过的成分钱，即摆因伫咧新北市民众的厝内，也有高雄市拢总查到76支，拢是对中国买来了后拍算搁要转卖。警方经过鉴定，确认成分钱会当入火药，也有一寡伤害人的物件，所以甲卖互人的这个姓林的嫌犯，以枪炮管制条例移送法办。目前了解起来，国内相关的买家他买完都是用来把玩，我目前没有查获用于犯罪，也没有流入校园。黄铜枪管顶头有刻双胞头的成分钱，这几年因为中国网情的影片，未少少年人感觉好奇，就伫咧网络顶头买。今年9月，高雄人武分局嘛有警员开600块买3支成分钱，讲要去钓鱼仔用，去互警察局记告，搁移送法办。高雄市议员捌伫咧议会质询，讲成分钱伫咧网络已经出现几哪个月，警察局拢无做好犯罪预防。你说你们有在开始做预防了？本席昨天找还找得到，秀秀呢？那下一批网络要刊登，我没办法去限制呢。我做的就是查缉到不法。那你能不能查呢？我们会加强来查。目前，所谓发展部已经联络网络的平台，停止成分钱的买卖。警方嘛提醒，买卖这款商品，双方拢会移送法办，民众千万唔通因为好闲所来违法。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南投仁爱乡的红乡部落，昨暗有2间茶厝大火烧，加在是无人受伤。因为路头较刁弯，这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是经过点外钟来接到现场，这厝拢已经烧了啊！消防队就表示讲，这部落较远，路也真歹驶。当地民众是希望讲，会当先组成一个救灾队，提供一寡消防设备互因，若准发生意外，会当先自救。徛过大火烧，火烧甲真猛，也未等到消防队来，村民就赶紧斗拍火。居民摕的水管，敢若会当转细缸的水，就算农药请来，嘛无啥路用。南投仁爱的红乡部落，29暗时6点传出火警，居民随忙赶紧通报消防队，不过部落地点是真压贴。村民会当用的器具拢摕出来用啊，有关敢若会当目睭紧紧看厝被烧了了。就拿民众用的水来喷了，来不及了。要到红乡部落的话，车程大概要1个半小时左右，而且是要走例行产业道路，它都是一些水泥路，而且坑洞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沿线又有比较多地方都在施工，所以比较狭窄。加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大货车啊、菜车要会车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点。雾社消防分队表示，因为火场距离分队相当遥远，塞车要超过1点钟，到现场已经无明显的火势，好加在无人受伤。南投仁爱山区敢若有一个消防分队，而且伫咧雾社市区，距离红乡部落要30公里，车路是弯来弯去，而且必须要经过路况无好的逆行产业道路。居民是希望量早来成立救灾队。没有什么消防设备啊，所以只能靠族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就是紧急应变措施，就是用家里的水管啊，或是族人用水桶去打水，
瑞岩部落，我们发祥那里有成立一个牧领队，所以我们也有请消防局有配置一些灭火器，但是一样啊，从我们的瑞岩部落跑过来，我们红乡这里也要40分钟。当地民代表示，虽然县府已经编列经费，按算明年施作消防管线，不过也未动工煞拄着火灾，希望先对成立救灾队，也有简单的拍火设备开始，避免远水难救近火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明团大厦桃园鼓山校区附近呢，最近有只嫌犯伫共偷看，甚至偷摕人的内裤，监视器也翕到伊的形影。就受害者讲，这个查甫人今年6月呢，就捌翕到伊共偷摕内裤的情形。鼓山分局表示讲，已经掌握到嫌犯的身份，会甲伊依法上办。监视器清楚翕一个圆圆散散查甫人鬼鬼祟祟的爬壁，向他内底偷看了无偌久，赶紧逃离现场。这查甫人偷看事件发生伫个2月半暝啊，桃园鼓山区民团大厦桃园校区附近的大同路的巷仔底，附近的居民拢感觉是真惊。内底我伫边啊，我内底拢无伫，内底嘛无伫啊，要啉酒，我要进内底拍，这种做无啊，真是代志，嘿啊，咱拍无去啊。当然是尽快找到咯。我们这边都是很久的住家跟大学生比较多，住家会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大家拢住在库亚尼啊。这偷看查甫人早伫今年6月就捌互监视器翕到偷自互挂伫外口内裤，佮将包满液体内裤挂转去原来所在。有受害者指出，这查甫人已经是惯犯，烦恼伊未来唔知还会做出什么憾过的代志。查阅周边住家天罗地网监视器，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将积极查缉到案，依法就办。针对这偷看案件，鼓山警分局表示，已经照规定受理，严格掌握这人的身份，会依法就办。另外，派出所也加强安全防治措施，甲这所在的巡逻，来维护社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自搞进行战略协助部队的战备演习，包括对陆地发射洲际大道飞弹、核动力战略畅水艦和战略轰炸机拢有参与演习。另外，针对外界所讲的北韩有1万名的军人拢去乌克兰参加战争，美国表示讲已经有一部分进入到库苏克地区啊。不过，这罗西亚的网络媒体确实有人认为讲，这北韩直接投入战争的几率是真低。射程超过11000公里的 RS-24战略飞弹对普列谢茨克基地试射场所发射升空，随后拍到远东勘察加半岛的目标区。另外，罗西亚海军也出动2只核能舰舰，分别瓦军北极海的克劳半岛海峡，也有远东的鄂霍次克海，试射这个长程飞弹。另外，相关新威胁部强大战力的长程轰炸机 TU-95也在暗时起飞执行试射顺翼飞弹任务。Мы хорошо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именно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продолжа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озволяет решать задач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а так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ядерный паритет и баланс сил в мире как объективные факторы глоб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这摆演习除了互20多年的 RS-24飞弹以外 ，TU-95已经是老古董级的飞行机啊。也来参与演习的舰舰，其中一只也是互约超过30年的 K-407。俄方指出，这摆演习的目的之一是回应北约组织第10个中旬在西欧地区的协务战备演习。另外一个引起外界真关心的议题，就是乌克兰甲伊后壁支持欧美国家。最摆指出，北韩已经派出1万名部队，准备要来参与对乌克兰的战斗。美国方面并且真确定，而且有根据来宣称讲，已经有小部分的北韩士兵进入库斯克地区。Mr. President, are you worried about the North Korean troops in Kursk in Russia? I am concerned about it. Yes. Should the Ukrainians strike back? They cross into through Ukraine. Yes. 对此，罗西亚政府无否认也无确认。也那新兴的网络媒体 Reuters 是发表分析文章认为讲，北韩目的是要互朝鲜人民军学习现代战争的技术，尤其是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双方拢大量使用的无人机这方面。也那北韩士兵直接进入战场，甲乌军面对面来战斗。Reuters 认为讲，这个几率是真低。公视新闻
饲家林病疫。来看美国的麦当劳，因为牛肉的汉堡角进前逼出讲，这大肠杆菌污染，害几60人食物中毒，其中有1个人死亡。也有一位15岁受害者，因为感染这大肠杆菌，出来吐血，送病院检查了后呢，却查出讲有急性腰子衰竭的情形，家属也准备要告美国的麦当劳。汉堡内底夹着牛肉大肠头，这是美国麦当劳制造牛肉堡的标准食材。也毋过进前，美国麦当劳却标出牛肉堡受到大肠杆菌的污染，予所在人食物中毒，其中1个人佫因此死亡。其中1名受害者15岁普勒尔，伫事发进前几个礼拜，因为食3届牛肉堡，严重食物中毒，佮出现并发症，胃痛、腰子败害，住病院治疗。The next day, I started throwing up and having diarrhea, and it was like not good diarrhea. Like it hurt really bad, and also it hurt to walk. Like I couldn't stand up straight. Cause my back was like hurting really bad, and I had like really bad cramps or like abdominal pain。一开始，普勒的妈妈兰德尔就是查某囝是为着流感，也毋过普勒的排泄物内底有血，嘛有吐血状况，好出来人紧急甲伊送病院。3号医生讲有可能是胃病，要求患者登去做静养补充水分。也毋过1礼拜无够，普勒又搁送来急诊，这个检查发现有急性腰子败害，紧急送去科罗拉多儿童病院住病院治疗。因为查某囝健康严重受损，甲后续的医疗费用真济，互因准备提告美国麦当劳。I'm a single mom, and I just don't know that I can necessarily afford all of what's coming after all of this.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either, of whether or not she's going to have kidney failure moving on. 除了这件食安问题，英国嘛出现慢性侪糖啊、细水啊的食安问题。英国食品安全机构2月提出警告，要注意非法进口的美国标签慢性侪的糖啊甲细水啊，因为这些商品成分显示有英国当局禁止的非法添加物，包括可能造成过动症，还有潜在致癌的化合物等等，对身体健康有真大的风险。当局表示，暂时在咧对查进口商，也毋过进口的糖啊收济，真歹全面阻止，呼吁消费者买产品进前要检查产品的来源甲成分。国际新闻是唐炳玉。伫咧阿根廷首都附近有一栋13楼高的滨海度假饭店，伫当地时间拜二半暝熊倒去，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9个人失踪。目前这救援人员还佫伫咧搜救。也来讲到这印度呢，也同款有一间庙，伫咧做这印度教庆典的时阵，本体是要放烟火，不过这庙边的烟火窗户设施熊爆炸，造成150外个人受伤。倒落去的饭店看起来敢若荒废的所在，敢若村头前半圆形的大厅阁有楼咧。救援人员无用咧清石头残骸，希望对内面找到还阁活着的人。这间伫阿根廷首都附近的滨海度假饭店，本地有13楼这么悬，没想到伫当地时间29透早忽然间倒落来，规栋大楼一个变作平地。附近的民众看到这种情形，拢总着生惊。La verdad es impactante ver cómo cayó el edificio. Esto se transformó en con una nube de polvo que no veíamos nada. Se escuchó como que hubiera habido un terremoto. Así escuchamos a algunos vecinos. Esto fue un movimiento horrible y es como una película de terror que estamos viviendo. 厝边形容讲，迄当阵就亲像有一粒炸弹落落来，甲旅馆是扑做2半，而且边仔的厝嘛受到影响损毁。救援人员救出一个住伫隔壁79岁阿嬷，但是一个80岁阿公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命。官方讲，这间旅馆等待征收，但是部分工程并无摕到许可，当局已经伫8月要求停工，研破业者嘛是咧偷偷施工。obra clausurada que se hizo sí después un cajón de ascensor que está intacto, está acá en el frente del edificio y que estimamos que ha habido trabajos irregulares en la parte trasera, ¿no? Donde estaba la torre. 目前救援人员等在抢时间，希望救出9位有可能受困的民众。另外4个家己浪港的建筑工人已经轰掠。即卖有关当局等待厘清事故的原因，敢和规划时间有关系？镜头阁转去印度南部克拉拉邦卡萨拉戈德一个印度教的庙，拜一在举行年度庆典，请真侪人来看烟火表演。不是到庙边啊，放烟火的窗口忽然间爆炸，造成150多个人受伤。这个伤者分别送去附近的几间病院来接受治疗，其中有8个人伤势真严重。警方去已经变作密密麻麻的现场找证据，结果发现这事故的原因并无单纯。ഇതിൽ പല കാര്യങ്ങളും ഇപ്പോഴും കണ്ടെത്താനുണ്ട്. ഈ സ്റ്റേജിൽ കൂടുതൽ
警方讲，主办单位事前并无得到举办烟花表演的许可，目前已经拘捕3个相关人员。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受到这潭尾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中国海南岛连3天拢伫咧落大水雨，落甲淹水，海面上调伫厝内面，甚至是有人掉车。另外，同款受到这大水雨吞带西班牙迄个所在也伫咧做大水。东南部有真加组织互大水冲到海去。气学家也讲，伫咧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这极端气候这款的天气会愈来愈接发生。最深甲摇遐，救援人员了水有手零船，甲受困的民众救出来。在潭尾风台的影响之下，中国海南岛已经连续3天一直落大水雨，各地淹水的状况拢真严重。有名的度假胜地三亚，拜一24点钟内记录到的降雨量有294.9毫米，是对2000年以来伫10月单日上悬的降雨量。若是民家厝有人受困，路人真侪车拢无险了水咧驶。拜日一台载幼稚园囡仔的校车是入水歹去，消防人员接到通报赶到现场，甲30个受困的细汉囡仔抱出来，送去安全区。其实潭尾风台已经离境，但是外围环流加上冷热空气交替，雨大雨落袂停，当地嘛宣布中小学停课。外面佫转去地球另外一边的西班牙，东南部地区是落大水雨，土水叶树啊，做伙一直冲落来，对山脚的主题区造成严重损害，甚至有厝是直接风冲甲变作平地。Había una trompa de agua que aquí no llovía, pero es de la sierra, viene toda la sierra. Pero venía ya con pinos, ramas, pero todo de golpe, venía muy fuerte. 当局拜日已经对东部的瓦伦西亚发布红色警戒。瓦伦西亚当地的政府拜三讲，目前已经找到几具遗体，但是并无讲确实的数字。南部的安达卢西亚部分地区是第2关级别的警戒。科学家讲，气候变迁造成极端天气事件是愈来愈接发生，地中海暖化和湿水的情形增加，是造成严重大水雨的关键因素。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中度风台空雷渐渐瓦近，气象署针对着空雷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这风台的暴风半径有320公里，目前中心伫咧高乱皮东南东方海面，暴风圈也长咧接近巴士海峡和台湾东南部海面。专家推测讲，这风台应该会对台东登陆。雨水集中伫咧东半部、南部山区甲恒春半岛，这风雨上界大的时阵是31几天。海鹰一直拍起伫岸顶，强大坑瑞还未登陆，宜兰的情人湾就已经出现大风大影，坑瑞来甲真凶，海陆警做伙发。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显示讲，坑瑞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20公里，目前中心伫高端皮东南东方的海面，向西北刷过去，暴风圈当渐渐进入巴士海峡和台湾东南部的近海，有测伊会对台湾各地和澎湖造成威胁。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这段时间，是台风的暴风圈逐渐笼罩台湾地区登陆还有通过的过程，中心附近将会有破坏性的强风哦，阵风可能会到达12级以上哦。在雨势的部分，北部以及东半部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气象分析专家嘛，根据历史资料预测，讲坑瑞风台有可能变作9年来第一个暴风半径到300公里登陆的风台。专家评估，照目前各国的路径来看，坑瑞风台登陆台东的几率较悬，降雨影响上大的区域集中伫东半部地区、南部山区和恒春半岛。它是一个范围很大，然后强度很强的台风，降雨可能会是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山区，尤其风是全台湾都会非常的有感。那花东这边看起来会是首当其冲。专家嘛提醒讲，因为坑瑞风台的暴风半径大，影响台湾的时间长，范围嘛大，风雨上剧烈的时阵，暗算会是31几天，民众一定要提前做好风台措施来应用。坑瑞风台特别高啊！中部的农民唔敢大意，早起分林有木瓜农无用在抢收，今朝农是较紧派工，甲果树固定，避免风伤透，扣一个倒去。烦恼哦，规夜拢未困的哦。有啊，无较紧的再收，风台来就无哪办啊。同款是看天食饭的宜兰三星葱仔农，嘛较紧来抢收和包装。三星农会讲，30葱仔的拍卖均价是424块，和上关价490块，两个拢创今年上关价。因为今年的2次台风啊，都造成三星葱有些危害，现在又遇到台风的情况，所以消费者对于这次的葱价是有预期性的心理，所以价格有提高很多。
农业部长陈俊贵下晡嘛新增加行程到宜兰南方澳渔港视察风台整备的情形。渔港里面的一个准备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了这些漂流木可能会造成渔港的一个阻塞。那渔港内的这些缆绳就是细船的缆绳，如果没有系好的时候，也很有可能造成船只的一个碰撞。风台空对台湾造成威胁，气象署30是启动对风计划，在暴风圈范围13000公尺远的所在投入探空仪，来帮助预测风台的路径和分析视科雷亚的结果，比如讲暴风半径和雨大等等，来摕到关键资料做风台预报和警报的运用，而且将资料分享给各国。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影响，华信和丽营航空宣布31国内航班全部取消，国际航线也受到影响。华航宣布取消10个航班，星宇也取消12个航班。另外，这代替也宣布讲，这南回线对号列车全部开放客票。另外，327车次新增迎开往台东的新自强号停驶。另外，金门县的港务处也表示，小三通明仔载规工是无驶的。那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示代替，针对着这风险路段，就要加强防灾。机场柜台因无车航班取消，强度风台空军要扫台湾。利用航空宣布讲，3早台北往回台东 B78727、B78728取消，其他航班是正常。31国内线航班是全部取消。3早下晡，松山飞金门的民众虽然航班无受影响，也是提早到机场等待。是担心班机会延误，就提早半小时。因应空军要来，代替成立第1期应变小组进行防风台的准备工作，也对排水系统、备用发电机，也有车站旅运设施等等加强检查、测试甲固定，来确保设施功能正常运作。为着疏运各伫华东地区的旅客，代替宣布讲，南回线对号列车全面开放客票。另外，327次新左营往台东的新自强号是停驶。东部的部分公路局也针对土石后放落的路段，穿好大型的机具来因应排毒。目前也未实施预警封路，不过会随时监测风雨来应变。核人到崇德这一段，我们目前还是都有机具在这边啦哈。那如果说气象前知。我们很明确知道说雨势还有风力的部分都有达到封路的标准，那这边我们也会可能就会来进行观察了。镜头来到外岛，旅客行李一大堆，大家热长，要赶伫风台来进行坐船离开金门。所以说我们提早2个小时，就是怕被台风影响到。对，然后还好今天的船刚好有这个位置。那明天因为今天晚上会受到海上警报的发布，所以明天预计小丹东会全线停航。那大概影响多少人？以我们现在的旅客量，一天大概4000到4500以上。金门县港务处表示，受到风台空军影响，小三通航线31是全日停航，请旅客坐船进前一定要向船公司确认航班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一位货轮越州客航号昨驶离开基隆港，伫咧野柳外海时阵，却撞到风影，运转能力受到影响，规只船掉伫遐。这船长暗时决定要逃生，海巡署也因为人道精神去甲因解救，最后是甲17个人接登到基隆港。小心小心！海顶靠10级的阵风，影有甲5米悬。海巡署的人员昨昏暗时啊出动救援，海顶的天气是真歹。船员敢来当上船时机跳去救援的船顶，让落差大概3米。因为这只有载3座天车，中国籍的货船越州客航，29载离开基隆港，驶到野柳外海的时阵，拄到大影，碰袂行船条伫遐。海巡署派宜兰男甲南投男去现场做安全介护。暗来，这个船长决定放弃这只船，海巡署随派巡防艇出港。伫暗时10点，甲船顶17个人再登来基隆港，送去饭店休困。航港局已经安排台船有12000匹马力的拖船，今天的中午12时由台中港出发，航行12个小时以后可以抵达现场。航港局指出，目前越州客航这只船伫野柳外海拍定，航港局会安排12000马力的拖船，今仔日中昼12点为台中港出发去甲拖回来。船主嘛已经向中国拖船的业者讨救兵。
不过当时的到位，就要看海顶的天气。其实玉州启航这只船，这个月14号伫个嘉南港的时阵，船顶的天车才去弄到码头顶悬价值3亿的天车，而且甲5个货柜底派去。原来现处是搁调伫遐等人去拖转来，实在是无比严重过。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进前讲要送2只梅花鹿予中国福州动物园，不过这中国国台办今日表示，送礼物的基础要有诚意，搁再讲到9字共识。中国国台办如果讲要设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希望会当吸引台商甲台湾民众。不过，咱的陆委会也讲，这中国经济长摆失业率增加，惠待措施是成台湾企业袂行的。他们为什么叫梅花鹿？就是他们身上这个白斑像梅花一样。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进前到访马祖，讲希望赠送2只户名叫做和平平的梅花鹿，予中国福州动物园。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伫30日例行记者会回应赠送礼物的基础，讲要有诚意，搁再提出9字共识。不过，另外一方面是有个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截至目前，福建省累计引进台资企业2.5万多个，将进一步优化福建涉台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厦门综合改革试点，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平潭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前一天，福建省也推出牵涉4个领域，总共17条的对待做法，包含提供台湾民众开设境外口子的便利性，鼓励台湾护理人员伫福建就业等，更加推出一个奖金的红利，想要吸引台商加民众去。最好是由产业链的产业来带动、来推动才有可能。看这个政策要怎么把它商业化，这个比较能落地啦。福建台商是讲相关的政策安怎落实，要去观察。也陆委会是指出，中国经济无好，失业率大幅增加，加上独裁专制体制无得到认同，所有的惠待做法对台湾企业甲民众丧失一个吸引力，难以达到中方有期的统战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唔知观众朋友认为敢有合理无？这既然有一位农民呢，逐工拢塞车送回去到内湖的台北花市，最近却收到2张伫咧雪山磅空内面，讲时速无到70公里，塞了上过万的红单。不过这农民是解说讲已经要出磅空啊，为着安全，伊才会放慢，认为这罚单是开甲真无理。驶入去雪山磅空内底，时速爱比70公里较悬，才被受罚。依然有一个会农，逐工爱驶车经过雪山磅空到台北花市，最近连续接到2张伫雪山磅空内底规速罚单，爱6000块，按过伊不好被罚。土雪山隧道里面全部没有最低速度的提示，只有最高速提示而已。伊这期被罚地点多要出进发洞口上悬速限是为90公里降到80公里，放慢车速是有安全，而且进发入口的所在上加速限70公里的标志，放伫避车弯，互人真歹注意到磅空内底也无相关提醒标志，互人袂记磅空内底上加速限的存在，希望公部门应改善。出现高站嘛，应该是30左右吧。啊，迄位人拢唔敢驶紧啊。大部分人拢叫是磅空内底上加速限是60公里，而且无看过内底有上加速限70公里的提醒标志。另外，隧道内也会针对慢速车，并以广播及路侧可变标示提醒驾驶提高车速。本大队呼吁驾驶人行驶雪山隧道时，在保持安全距离范围内，尽量提高车速。根据统计，今年度雪山磅空龟速车有击发161件，警方表示，交通主管机关拢有伫路边设提醒标志，磅空内底也公布提醒提悬车速，呼吁都要注意进入磅空内底，要尽量提悬车速，才袂受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北部2年前出现一种外来种的青豆丁，叫做亚洲水龙。这2年来进行移除计划到今，总共掠到1218只。今年9月进行移除的过程，也发现讲这青豆丁的收，这是台湾头一摆发现讲这青豆丁做收的记录。农业处人员探暗时到溪边，要来掠外来种豆丁。这款4脚蛇有人叫青豆丁，也有人叫亚洲水灵。
有民众发现最近几年大量出现伫新德县北部的大乌溪附近，造成环境上的破坏。因为它是外来的入侵物种，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那尤其是它是杂食性，也是偏肉食性，所以它猎食的对象其实对于我们台湾的原生物种其实是影响自居。团队伫猎的过程中发现杜丁馊，这也是台湾第一摆发现这种外来种杜丁用来生团的馊。调查记录，专家指出，这款杜丁原底生长伫中国地区，上大会当大到1公尺长，主要食鸭肝、蛇类、芥辣菇等生物，甚至会去影响台湾原生种的杜丁。大概母的可以到60公分，那公的更大，公的可以到80-90公分，甚至1公尺。那它们主要的食物是它们吃得下的小动物。那当然主要是小昆虫或是一些节肢动物，蜘蛛啊，然后马鹿啊。但是呢，如果它们吃得下的话，一些小型的像蝸牛啊，或是说小老鼠或是小鸟，它们如果被它们遇到，它们追得到，那也是有可能会吃的。所以它们在台湾最有可能造成的生态危害，就是溪流周边的一些小动物。那另外，它们可能会对台湾的原生的蜥蜴，对它们造成一些竞争的关系。新德县一直拢在做移除计划，根据统计，自111年开始到今，已经掠到约1218只青杜丁4卡蛇。县府表示，透过时间累积，除了移除，也会透过调查，进一步来阻止因生团，保护台湾的原生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台南的德光中学，就抱着天主教的传统，头一摆举办这万圣节变装比赛，鼓励学生囡仔发挥创意。另外，因也结合着校内台语课程，甲学生相关的台语思维，用生活议题请学生囡仔开嘴讲台语。有人扮做埃及人巴来参台卡学生活动，有人装他做包公特殊模样不假成，各班赛代表装做无共造型来参加变装比赛。那比创意嘛比趣味，这摆万圣节变装是德光中学办年会向学校争取的。主要因为伫天主教文化内底无特别过节的节日，即回因拍传统，以台湾发展的角度，头盖办这款应景的活动。因为我觉得包公很帅啊，那种脸黑黑的，特别霸气。就越来越长大，就一直没有参加类似的活动，然后也没有机会去扮装，然后就想说，可不可以有一些机会，可以让全校一起来参与万圣节？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扮迄种吸血鬼迄个，安尼行路吼，安尼吼有够型的啦。德光本来是做多元的，好也发展。好，让学生呢，好可以展现好啊，他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他的创意，还有他的自信。装扮比赛，让学生实际体验西洋几啊节文化。另外，台语老师嘛用母语小解万圣节的故事，兼加因相关的台语词。西方的万圣节，哪像咱旧历7月同款？台语老师讲，外国有4会几的传说，咱本土嘛有真出名的妖魔鬼怪故事。这上课的时阵吼，我拢会甲囡仔讲，除了英国起源的这个万圣节，咱台湾嘛有足济呢。比如讲迄个火锅婆、拿刀子。我伫上课的时阵，嘛会讲互囡仔知影，是讲上课咱伫生活中吼，因无形中，因伫咧下课的时阵，啊，佮转去厝了后，因拢会含因的时代讲台语。台语老师讲，即肯参母语教育做结合，对生活中互学生接触台语，互因豆豆练习开喙，认捌家己本土的文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伫迄个无拉里的年代，大家做事无聊，就会拿板地、拿唱报歌，为着要把这宝贵的记忆流传落去，有一群代代毕业的学生，甲新北市小报歌文化保存者陈浩虎老师的小报歌，结合着这美国的 hip hop 音乐，咱做伙来看卖。讲甲做地嘛上简哦。这是新北市第一个小报歌文化资产保存者陈浩虎老师所唱的小报歌。这个新的版本是3个少年家结合美国嘻哈文化所创新的小报歌。这3个代代毕业的少年人，为着要追求音乐的梦想，伫毕业了后，斗阵开音乐工作室，创作出属于台湾人的音乐。会想要甲小报歌结合嘻哈，是因为因认为美国嘻哈文化甲台湾的小报歌精神足相同。嘻哈音乐来自美国，
小波歌来自台湾的山这个 hip hop 的音乐来这个做咱的家己的音乐。不管是小波歌还是我们现在呈现的新形式，它都只是在寻找一个情感的共鸣价值。陈浩宇老师甲伊的牵手倒观音女士伫台骹对节奏、拿听歌、拿点头，传统的小波歌有新的表现，嘛，互因两个翁仔某听甲真欢喜。那你们现在恁的少年在做对不对？主要呢，甲咱的文化接一条，那我是很赞成。那个，而且可以叫我会变做歌，足好。即款种时代呢，有即款的家己哦，足好呢。用演奏设备调音软体，甲陈浩宇老师的歌声变做无同的音乐，互因感觉足新奇。学了这群少年朋友有够高，除了陈浩宇老师的小波歌，这群少年家希望未来会当运用 AI 技术，收集更较侪的小波歌文本，以科技人文传承做理念，继续做出属于台湾人的音乐。记者陈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一粒米百粒汗，这农民拢是靠天食饭，希望会当有好收成。纪录片《台湾新农段》10月30日伫网络顶头发表，希望透过影像，互民众了解到台湾传统的农业文化，也有农民的心声。有人拢咧叫阮农业博士啦，吼，阮毋是博士啦，吼，阮是算讲哦，针对一个产业做较久，经验较济安尼尔嘛。哦，其实讲农业就是经验的累积。记录农民一世人投入农业的故事，台语发音、字幕也全台语的纪录片《台湾新农段》分做3段，透过影像记录3位捌到过新农种的农民，希望让大家了解农民种植的辛苦，佮有一路行来的点点滴滴。其实这个农民啊，其实是我身躯边的大哥甲大兄，我感觉因的故事就是真使人尊重，因就是咧推销台湾的农业，而且是一世人，甚至有超过60年一家子的时间，拢咧推广，拢咧做农业。3段故事分别以稻米地壳农业技术做主题，纪录片制片人也分享，农业有真侪咱台湾的传统文化，佮有语言伫内底，所以来做这出纪录片，会当把农业的思维记录落来，是伊感觉珍贵的所在。因为农是永远会当延续落，所以咱必须要培养下一代。虽然较辛苦，但是毕竟伫苦中有大甜。咱袂去咬着。纪录片主角之一的黄基才强调，粮食是一切的根，希望政府会当加重视，继续培养相关的人才，让台湾的农业更较稳定。另外，制片人也表示，除了伫 YouTube 顶悬会当看到纪录片，未来希望会当去到学校、农业单位来分享，希望斗阵来传承台湾农业文化的知识，做伙为台语定根。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美国有一个研究考古的博士生，伊伫咧看墨西哥象牙资料的时阵，说意外发现一座1000多年前的玛雅古城，规模阁正大，面积和英国的爱丁堡是差不多。想当时差不多有3万人到5万人住伫遐生活。这个研究呢，会当讲是打破一代无文明的误解。美国杜兰大学博士生奥德·汤马斯伫伫网络看到的资料，伊就先进的光学雷达技术，伫墨西哥坎佩切州发现一个10多几世纪的真大玛雅古城，存在时间差不多是伫公元750到850年之间。真兴的时期可能有带3万到5万人，比即卖的当地人口搁较侪。了后调查发现，这个位置有玛雅金字塔、运动场、连续各地区的步道，也搁有露天剧场。这么大规模，敢若似乎上大玛雅遗址卡拉克穆尔，可能是11世纪上大考古发现。One of the things we reported in our paper was that in these blocks, these different areas that had been investigated, we found something like 6,700 structure. 因为博士生是上早发现人，伊都有号名权利。奥德·汤马斯甲伊的同事用福建协谱将这个都市号名叫做瓦莱里安娜。博士生指导老师卡努托教授表示，这项发现对改变大部分的人的刻板观念将有帮助。就是热带地区因原本调适较袂符先进文明，毋过事实是，这地区有丰富而且复杂的文化。What we are now able to do is match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eir settlement and the population and what they were fighting over, what they were ruling over
what they were trading with, right, and who was involved with. 研究人員表示，因為這個失落道市是靠公合雷達發現的，這目前無相片，因為交通真方便，過無偌久隊去調查。考古學家講，這個失落道市離斯普吉爾小鎮真近，行路僅需要15分鐘，而且也是主要的馬窯位置，這個古城可能會成做一個觀光景點。公視新聞新竹報報道。講到這個強烈的風颱空雷是愈來愈接近台灣咯，海上、陸上攏已經發布風颱警報，風雨也愈來愈大。目前偏烏宜蘭市已經宣布明仔載停班停課，也要提醒咱的觀眾朋友，就要注意風災，唔通四界拍拍走。這風颱特別來，千萬唔通掛無事牌。明仔載氣象，咱做回來看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24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4度到29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5度到30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5度到29度。平陽金門馬祖對22度到30度，也個未來3天的氣象。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載暗時7點，咱再相會。罗汉餐是一种饭汤，还是面线糊咧？你打几碗哦？哎，我可以支援吗？嘿，来，本汤，确定？你那个耸肩呢？要耸肩。罗汉餐一般我们认为的是寿司的啊。